讲一嘴思念的茶，配一片故乡的话，用上亲的母语激出生活的甜。欢迎收听《故乡生活台语诗》。刺桐花开有时尽，离开的灵魂，上海居伫刺桐花树下开讲，名叫红衣市的祖公讲西拉雅语，名叫土水的阿祖讲汉语，名叫德基的卡桑讲日语，名叫阿在的孙仔讲华语。名叫蒋神的干仔孙讲英语，少年的灵魂，上悲哀是斗阵无法度对话，有缘相拄，无缘相安慰。刺桐花蕊红艳艳，龙仔树悠远伫野外，恬静啊生态。每一种语言拢有故事，一文的历史。每一丛刺桐拢着通害落土臭烂去。每一个灵魂拢流目屎，沉重的哀愁。刺桐花开有时尽，你转来等无时。刺桐花开有温情，历史真无情，亲像掉塘的老树，等待死亡。咱今仔日故乡生活台语诗第128集，欣赏的是台南的杜妙仪小姐所带来《刺桐花开有时尽》。上日起，咱邀请杜妙仪小姐来跟咱分享伊创作这首诗的背景，也佮有这内底的含义。刺桐花当然，咱北部组拢著爱熟悉这档树啊吼，因为真侪北部组伊是用刺桐花咧做季节的迄个标记。譬如讲刺桐花开，吼，安尼知影哦要过一冬啊，吼啊刺桐花开的时阵会当做啥物代志？譬如讲伊要做事，伊即摆可能爱播种啊，吼，还是讲伊是要去溪边要掠鱼啊，吼，还是讲伊要去做啥物代志？所以伊是有当时用花开去做一种的标志个，就是讲这个花开的时阵，我要做啥物代志？刺桐因为伊是原生的树种，啊，刺桐因为伊较早吼伫北部组的迄个因的城内底吼，因拢讲城啦，毋是讲咱汉人讲庄，讲即城内底吼，伊拢有一上少种一丛刺桐。咱汉人拢是种青啊吼，啊因是种刺桐。但是因为吼，这个刺桐花即马各地的刺桐花吼，足侪拢是已经老树。所以，阮有真侪朋友吼，我捌含伊去迄个俺朋友哪有刺桐花夫妻树吼，伊拢着糖，因为刺桐花伊就是种寄生蜂，加成芳啊。啊，伊着糖了后吼，伊即马要哪甲伊治，伊种爱注意落去，但是足歹治的。虽然有开花吼，但是你会知影讲已经着糖啊。啊，我写这个刺桐花吼，有一点仔哀愁，就是讲我咧讲到咱的语言，比如讲咱讲台语是拍拼20-30冬，即马较有台语的电视台，吼啊，足侪少年人袂晓讲台语的吼，袂晓讲咱的母语。啊，我是咧讲，因为咱台湾一面的历史吼，讲到无共时代的祖先，因的灵魂死去了后，因转来因的城内底是伫迄树仔骹。啊！伫啥物树？因毋伫咧青仔骹，是伫迄个刺桐花的树骹。无共时代，譬如讲西拉雅的老祖公，伊讲的是西拉雅的语言。啊，搁来呢，祖先是讲汉语。
啊，佮线来的祖先呢，伊的灵魂当然是讲日语啊，啊，佮来的祖先讲的是华语啊，尾仔国民党时代来，大家拢讲华语，啊，即卖少年仔囡仔孙，伊是讲英语啊，所以讲无共款的时代的灵魂，倒转来拢居伫即个刺桐花的树骹，但是因语言袂通，就是讲咱是共一个家族的，咱的灵魂倒来到即个树骹，但是咱无法度对话。我拄着我的祖先，我无法度讲西拉雅的语言，啊，日语我嘛无啥会晓讲啊。所以讲，这是一种台湾人的悲哀啦。咱的一面的历史遐尼长，所以讲你甲这400年来的迄个历代祖先待伫迄个树骹，是毋是真悲哀一件代志？咱共一个家族啊，但是咱无法度对话啊。我嘛足想要问西拉雅时代的老祖公，迄阵啊发生啥物代志？我嘛最想要知影讲，伫迄个清朝时阵，祖先是啥物代志？但是咱无法度对话。这首诗是咧写这种稀微的一种感受，所以我用这种吊堂老树来象征这种语言的悲哀啦。刺桐花开有时尽，这首诗除了描写刺桐花以外，内底嘛有讲到落仔树。所以，咱邀请本身嘛是花草食物专家杜妙仪小姐，为咱来讲解这种树木的特色。落仔树故事啦，结构的构树，现在叫做落仔树，就是讲，较早咱台湾咱知影啦，咱的落仔以前是足多的。还是荷兰时代开始有拍啦，甲这个落，所以咱这个落坡的迄个外销是对荷兰时代，所以尾仔咱已经拢掠甲无半只，所以咱即摆落仔拢是个富裕的，所以讲咱会做好奇落仔是食草的嘛伊是食啥物物件？食啥物草？这个答案就是落仔树。所以你看这个野生的落仔树伊正是食伊这个幼叶的，就是讲伊当生出来这种嫩叶较青的，毋是讲已经做瓜迄种叶啊，伊是种青的迄种幼叶啊。因为这个落仔树会当伊若悬的，当生作悬，所以伊是拢是真食伊下骹迄种嫩叶。落仔树是因为这个名本身就是做意义的，伊是一种咱讲的阳性树种，就是讲若一块土地上头先开始啥物植物家己发起来。咱台湾讲土地公会种树啊，什么叫做土地公会种树啊？就是讲台湾现在叫做宝岛，就是讲一块空旷的土地伊家己就会发迄个草啊，会当发迄个树啊起来。上头先这个土地是毋是日头足硬的？什么款的迄个草啊，什么款的树啊会生起生出来，迄就叫做阳性树种。阳性就是这个太阳的阳，阳性的植物落仔树就是上头先的迄个生出来的树啊。所以讲台湾为什么叫做宝岛？因为土地公会家己帮你种树，你免种这是真趣味的所在啦刺桐花开有温情，历史真无情，亲像吊堂的老树，等待死亡。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台语诗，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，杜妙仪小姐写诗兼主题讲解，查某客电台制作，公司主持。非常感谢你的收听，咱后一届再继续空中再会。